参加课程的妇女来做考金包，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课程引起新住民妇女对手作技艺的兴趣，嘛会使学到专长。那为了让我们新住民来到我们台湾，融入我们在地文化的素材来制作这个包包，那让新住民来到我们台湾，能够融合在地的文化。南投县政府民政处真照顾新住民的需求，透过外籍配偶福利发展协会请老师来办新住民多元技艺手作课程。移民署的官员，还有一镇长陈继贤嘛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课程除了这个手作的这个手作包以及这个一些法律的宣导之外呢，我们还有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这个姐妹们互相的联谊。对新住民的妇女来讲是全新的体验，而且做好嘛真实用。完成了后，大家嘛真有成就感，嘛拢讲愈看愈介意。